是这个倒帮18天的东非狼熊在围捕的过程中被拍死。新的官陆口村本来无承认，讲这只狼熊是因兜走出来，伫昨暝半暝呢，雄熊呢发出声明，解释讲这只狼熊是因的。在去陆口村的总监出面会议室呢，是因为讲确认防护设施正完善，才会认为讲无动物会使脱逃。不过这个讲法网友不认同，这网友认为讲伊的讲法呢变误解，佫想要推卸责任。大家同时表示讲，无主动申报的部分会开单。林务局呢明仔载会去园区了解，伊唔相信讲园方清点的数量。是我们这一次要做厘清的哈，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防护措施，包含墙高、包含电网上面，其实都有很好的防护。那它会怎么出去？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借由这一次的盘点，可以厘清真正的原因，避免未来再发生。无承认逃走的狼熊是陆福村的，即马5摆解喙，昨暝暗时10点外，陆福村经发声明讲，狼熊是为因遐走出来。是也会与员工共同承担，未来将更强化动物园区安全措施。总监出面回示咧，因为狼熊下身拔起来方式，红连出含陆福村园区8只狼熊相像。陆福村阁捌请葡文的里长，甲文章提掉，反对防采发，阁加上狼熊无主晶片，300点名狼熊的数量阁加1只，导防这期自头到尾拢无想要打这针。逃脱，那六福村没有主动申报，违反相关规定，我们会请新竹县政府直接要求来做开罚的动作。伊会要求陆福村甲动物生活清楚。农业会林务局31号买派人进驻，局长嘛讲，未相信陆福村清点的数量。放养的一个方式呢，所以老实讲真的也是清查不易的，而且它的园区范围非常广又有一堆建筑物，甚至有涵管涵洞等等就算陆福村的所在看看动物嘛多，真歹知影讲正确的数量到底是偌济只。不过会当用科技方式来管理园内动物，这边含家己饲的保育类动物安怎走去，拢查无了门，互民众拢感觉真罕过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